原定今日舉行嘅亞洲樂壇盛事2025 MAMA Awards， 因為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嘅嚴重火災導致重大傷亡，所以主辦方決定調整節目，改以低調莊重嘅方式進行。香港重量級影星周潤發同埋楊紫瓊已經確定唔出席。喺27號，主辦方宣布頒獎禮會如期喺香港啟德體育園舉行，但為咗表達對火災受害者嘅哀悼，會取消紅毯環節，仲會加入默哀儀式。製作團隊緊急修改演出台本，取消以往MAMA舞台中常見嘅火焰特效同埋爆炸表演。主辦方都會捐款支持受影響嘅家庭，強調整體氛圍會比之前更低調莊重，希望音樂可以帶來關懷同力量。對於發生嘅不幸事件，楊紫瓊喺社交媒體上發文話，聽到大埔傳來噩耗心碎，為受災者家屬祈禱，仲要感謝消防同救援人員嘅付出。即使周潤發同楊紫瓊缺席，仲有多組韓星已經抵達香港。主辦方承諾會平衡致敬同娛樂，對所有受影響嘅藝人同公司表示歉意。呢次火災引起全城關注，唔少娛樂活動都調整咗。香港男團 Mirror 原定喺2025 MAMA Award 表演，但經過考慮後宣布會缺席。Mirror 透過 Make a Real 發聲明，表達對不幸離世人士嘅哀悼，向傷者同受影響人士致以慰問，仲對期待睇演出嘅觀眾表示歉意，多謝大家理解。另外 Make a Real 仲喺公告入面話， Mirror 成員柳英廷嘅演唱會 J Lo The Shape of Breathing Live 2025會如期舉行，而所有盈利都會捐俾本地募捐平台，幫助火災受災者同埋佢哋嘅家屬。